生病公主，国内真是怪命。Hello， 欢迎我们的 JOE 大大哦，果然是头香第一名，都给我们呢非常非常的支持。先来听个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内容，等一些呢观众朋友进来哦，也别忘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记得呢要来收听咯。将礼陪，闹军队神将头家，快爱呀，快爱！唔通业家想要趁风杯。太祖今日要领王兵，贵府提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尊行。Hello， 欢迎线上朋友，大家好哦！亲爱的朋友都可以跟我们打声招呼哦。我是钱蛋雨涵，雨涵电台的主持人。钱蛋呢，就是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都会唱一首我们的歌仔戏曲调，这个曲调呢叫做我们的都马调。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都马调。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暗时8点，互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精彩。对用知识长时行，先知才袂先行行。天大古涵广播予恁听，祝恁收听古涵电台的观众朋友，经营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哇，今天呢一开始就好多的好朋友上来聆听哦，不止我们的 JOE 大大哦，还有呢我们的雨禾，对不对？还有我们的策者，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雨禾，哇，姓詹哦，跟我的外婆一样的姓氏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都有来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内容呢不止戏曲，还有我们的明天的天气，还有新闻的小知识，以及呢戏曲圈、表演艺术圈呢有什么样新的讯息，也都会上来跟大家说哦。唱就是哪吒，哎呦，来欢迎我们的 CAT 大大 Kate， 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分享出去哦。先欢迎我们的策者给大家的留言，他说呢，秋天哦情怀哦，这个街道上呢是热闹的，而且开阔的草原，让人呢天天的快乐。我真心呢更美好的空间，
文化的传承辽阔直播空间哦，这个直播空间，每个人呢都能快乐在美好的夜晚。感恩我们的策哲，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你。先跟大家广告明天的天气咯。哦，我们呢 Kate 说呢，你是唱歌吗？会呀，我们都会唱歌，但是呢是唱我们台湾的文化戏曲，叫做歌仔戏。那呢在大陆那边也一样有歌仔戏哦，他们叫做湘剧。那呢一样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呢一样都有流行我们台湾的歌仔戏哦。等一下呢再多唱个几首给大家听。明天的天气呢，这个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大概在30%左右。那呢，台中地区0%，我们的台南地区0%，以及台东地区10%。所以说呢，这个台北地区的朋友要记得哦，携带一下雨具哦。我想这几天下来哦，你们这个雨具呢都一直携带着，对不对？不止呢，这个台北啦，这个宜兰啦、新北市啦、桃园市啦，一直降雨真的是很麻烦哦。我们的雨禾说呢，很喜欢听我唱歌哦。感恩我们的雨禾，给你一个掌声鼓励，感恩你上来。既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听，我们就多唱了几首。先来一首歌曲，叫做我们歌仔戏曲调的你在马来西亚哦，欢迎我们的 Kate 大大哦，马来西亚的朋友。晚一点呢，如果书音也上来的话呢，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哦，感恩我们今天也上来马来西亚的朋友。先来唱一首歌仔戏的电视歌仔戏曲调，这个叫做呢，我们是雨禾是台湾人哦。雨禾是台湾的哪里人呢？那我们 Kate 是马来西亚的哪个县市？马来西亚应该有很多地方，对不对？我们来欢迎一下大家，然后呢来唱一下电视歌仔戏曲调，这首叫做《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讲故事哦。我们先来听个曲调，感恩大家。何其杂相愁，心不跨心不留。为爱多做几代修，恋恋今宵若有休。
悲惨，一孤单，驸马一回哭。这首呢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哦。为什么呢？先来唱这样的曲调呢？是我们《银铏打金枝》CD 专辑里面呢公主所出台的这样的音乐哦。那呢，公主所出台，因为她是一个很娇蛮的个性，是非常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公主病呐。那呢，以前呢，为什么会有这个公主病？因为呢，公主是不能出门的，我只能关在家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就来唱这一首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给大家听哦。然后呢，我们的 Case 大大说呢，这个台湾人真好哦。怎么说台湾人真好呢？马来西亚也不错啊。马来西亚我知道有个城隍庙哦，也常常在做戏，也请台湾的剧团去演戏。那你怎么会觉得台湾比较好呢？还是说呢，马来西亚有什么游玩的地方，也都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哦。然后呢，我们的 Kids 大大说很好听，也感谢你的欣赏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以及呢，我们的雨禾说这个台湾人的作业很多。什么是台湾人的作业呢？是说这个会被罚的罚单吗？还是什么样的作业呢？欢迎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我们雨禾的称赞哦，感恩你。我叫做雨涵，你刚好叫做雨禾哦。那为什么我叫做雨涵呢？是这个3点水的涵，因为呢这个命中欠水哦，所以说呢就叫做雨涵。那呢你刚好叫做雨禾，不错的名字哦。学校作业很多，所以我们的雨禾还是我们的小朋友，对不对？还是学生。那呢，你是就读哪里的学校呢？也都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咯。哇，线上很多的好朋友哦，有的是国小生，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呢我们的国中生，都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不止呢来聆听戏曲文化，来聆听一些呢这几天的新闻等等之类的，都可以来聆听一下。上田哦，上田是哪里的学校？你是在比如说台中啊、桃园啊、台北啊，还是台南地区呢？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哦。我是雨涵电台的主持人，我叫做钱淡雨涵，但是本姓姓郑哦，所以我叫做郑雨涵。欢迎大家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给你的身边的好朋友传至LINE呀、传至脸书等等之类的都好。而我的直播几点结束哦？差不多呢，在这个9点钟的时候结束，都差不多播1个小时啦。但是呢，如果线上朋友我们比较热情一点呢，有时候播到9点半最多呢播到这个10点哦，因为呢会吵到邻居哦。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呢说呢，他是这个老先生哦。原来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是先生哦，我一直以为你是女生呢。这里跟你说声抱歉哦。欢迎我们的冠宇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欢迎大家上来哦。为什么叫做钱蛋雨涵呢？就是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那呢，刚刚有给大家唱一首这个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哦，是反串这个女生角色。再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男生角色，也是一诺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这个驸马角色哦。这个驸马呢叫做郭爱，你们有听过郭子仪吗？郭子仪呢，他的儿子呢就叫郭爱。那呢，我们先来听个歌曲，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个故事，以及讲一下新闻哦。欢迎大家呢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先来唱首《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等一下呢，再来念一下撤折的这一些好话哦，感恩大家。太祖今朝娘王命，贵妇替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平。一闹兴兵，调百姓。哎呀！尊神加倍不将礼敬，命所笑我罗君第因。回顾追忆轮轮兵，山岭惊伊小小红英，河边听你情人。不由归爱红灰影。不小心落了一句，因为呢，我突然间看到我们的这个雨禾说呢，9点就要收这个唱歌的东西哦，为什么呢？不是可以唱到10点吗？雨禾不是这个台湾人吗？为什么是唱到9点就要开始收了呢？感谢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今天呢，有我们的 JOE 大大，有我们的雨禾，有我们的 Kate 大大，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哦，以及呢，我们的玉美也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有我们的脾气呢小蘑菇以及冠宇，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是我们的 XIM 大大，欢迎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因为怕吵到邻居，对不对？没有错哈。因为像我自己呢，这个房间已经贴满了这个隔音墙哦，而且呢，收录是直接麦克风收录到这个音效机，再收录到我们的手机里面，所以说呢，比较安全一点点哦。我们先来念一下我们撤者给大家鼓励的话语咯。我们的撤者跟大家说呢，言论的歌曲在这样的层次呢，感觉到这个美感哦，而且呢，展现了心胸开拓的文化接待，让每个人的空间呢可以到祥和，每一个直播间呢都可以让你感到暖心、应用以及呢开拓形象的。歌仔戏的层次呢，可以让你在这个歌喉当中、心胸当中呢，让每个人呢觉得不孤单哦。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呢平安顺心，真心的感恩哦。哇，感谢我们的车者，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前几天呢，我也去到了这个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这个中国音乐学系哦，去给他们听了一场演讲。哇，他们请了4个呢，这个毕业生呢，在讲这个毕业生的视角哦。那呢，这个视呢，他们取名为这个视野的视。为什么叫做毕业生的视角？因为呢，他跟在校生呢所分析说，他们呢，出去外界已经出去到了快10年的时间，那呢，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呢，未来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因此呢，我把今天的主题呢，把它设为掌握律动，一切顺遂。那究竟是为什么？等一下呢，跟大家继续聊下去。在其中一个讲师呢，他所说律动这件事情，因为呢早期呢他们有上过一堂课叫做律动课韵律的课程啊，那呢可能就会跟你讲说，摸个肩膀，摸个头拍个手打个大腿之类的这样的律动。那呢练完这样的律动之后呢，你就发现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在掌握自己的律动，掌握自己的节奏，掌握自己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掌握自己呢一整天下来呢，想要做的、需要做的、必定要做的事情是哪些呢？那呢，你有没有在工作当中也有这样的困扰？以及呢，或许你做得非常非常的顺遂，也有或许那呢，因为他们是这个音乐学系嘛，是这个国乐的，所以说呢，他们就在讲当你掌握了律动之后，你的音准对了，你的节拍对了，各项的表演都对了，那呢，观众也跟着你对了。就像你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一样，我们8点上来做直播，那你可以在一边做家事的过程中，你可以一边陪伴朋友的过程中，陪伴家人的过程中，一边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聊下去我们先来插播一下呢，今天的新闻咯。今天呢，有一则新闻呢，是在我们台南的安平区因为呢，这个台南呢，我本身呢，直播主本人就住在台南，刚好呢，就在这附近就是安平区，有一间机车行呢，有一个男子这个呢，用这个机车冲撞了这个机车行。而且呢，冲进去之后呢，还开始毁损它，开始呢左砸右砸，把这间店呢砸烂了。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办了一场聚会下来呢，这个老板娘不小心透露了这个男子呢，脚踏2条船结果呢，这个男子呢，这个心生仇恨，就来报仇了，骑着机车呢撞毁了这一间机车行，然后呢左砸右砸所以说呢，其实从我们嘴巴讲出来的话，跟谁讲，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们说是吗？你在上班的过程中遇到的同事，遇到的主管，遇到的朋友，甚至你是学生，像我们的雨禾是学生你的同学是好人吗？你的朋友对你够好吗？我们一起呢来讨论这件事情。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讲呢另外一件新闻，有关于高雄车祸的新闻这个雨禾说呢，这个家里只有一个人为什么你家里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呢？是自己租房子所住吗？还是呢家人朋友呢出去工作，所以说呢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呢？哇，今天呢有一起这个高雄的车祸，那呢这个开车的驾驶呢是一个73岁的男子那呢他这个违规右转，那呢就不小心撞飞了一台机车。那呢撞飞了这台机车不打紧这个机车骑士呢是已经死亡了。
那呢，其实他连续了还撞了很多台，至少呢8人受伤。所以呢，这起车祸在我们的高雄73岁的驾驶撞了呢1个死亡，然后呢这个8个受伤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哦。因为爸爸妈妈都出去上班哦，没问题。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不只推广文化戏曲，还跟大家讲一些新闻内容哦，跟大家一起来做讨论，一起来做分享。所以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欢迎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哟。下一则新闻来跟大家讲有关于台中这个毒鸡蛋的新闻，等一下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再来呢，来讲一下一个彰化的蛋厂，那呢，他卖了这个鸡蛋结果呢，销到这个台中去。台中呢，有早餐店，有餐厅呢，都收了这些鸡蛋。大部分呢，其实大家都已经食用完毕了那呢，里面呢，其实就一样有这个芬普尼的这个素材吗？应该说被验到有这个芬普尼啦。但是芬普尼是什么？线上朋友知道吗？如果你知道的朋友呢，打字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的这个芬普尼是什么？那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讨论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做个解答哦。但是呢，这一批的鸡蛋大部分呢都已经被大家吃完了，所以说呢，比较尴尬一点点哦。再来呢，跟大家讲一个花莲的消息也或许呢是你线上朋友的邻居哦。有一个邻居呢，这个男子常常闹事，那呢他喝醉酒，他就在这个路上呢这个用水管呢这边洒水。那呢邻居呢就劝说他，就说呢不要这样洒水也以防大家呢经过的时候危险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就跟他劝说了。结果想不到呢，他回去拿这个铝棒呢来敲打这个邻居的门，而且呢这样子的故事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咯。所以说呢这些邻居呢当然也都相当的害怕。你有没有这样的恶邻居？甚至呢你的身边都是好邻居，那呢如果你身边也是好邻居的朋友呢，也打字上来分享一下你跟你的邻居呢是如何的互动，也感恩你的邻居甚至呢快到了这个耶诞节了，快到我们的圣诞节了，甚至呢已经快到我们的新年了，也都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哦。再来呢，我们来穿插一下歌仔戏曲调的7字调，也是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所录制的歌曲，一样呢唱完再跟大家讲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7字调，感恩大家哦我们都来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世上好定是伟大，虽然为尊你已甘知，因地阮亲属着招牌，阮在亲上你敢不知？哎呀！世家好庙对你的听声，宝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
明公主，对我来爱水明。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歌仔戏曲调，我们歌仔戏的国歌哦，叫做七字调。一般来讲呢，我们所听的七字调都是新骑白马走三关，改换素衣回中原。那呢，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哦，我们用一路打精致的 CD 专辑的内容来唱给大家听，来论呢，世界上谁人为大，谁人为尊？你比较大吗？还是我比较大呢？来论身份以及地位。因为呢，这个驸马，这个郭爱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郭子仪，他爸爸呢，在这个历史上哦是鼎鼎有名的。那呢，打到一片的江山回来给皇上，给皇帝。结果呢，这个公主哦，在这个郭子仪呢，70大寿的时候呢，既然哦，因为自己的身份是公主而不去拜寿，当然就让这个郭爱呢很没面子啊。所以呢，这个郭爱哦，就怒气冲冲之下呢，回来跟他理论，那呢，当然就吵了一架哦。我看一下哦。对，新骑白马走三关哦，回台湾哦，哇！感恩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呢，帮我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帮我分享至脸书，分享至 IG。分享至你的赖群组，都欢迎大家进来，也感恩呢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呢，陆陆续续哦介绍了好多线上的好朋友给我们的认识，感恩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感恩呢，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一下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有一场演讲哦，那呢，他在我们的11月29号，在我们的台南，有我们的歌仔戏的小天王，我们的张欣怡，以及呢陈忠义要来演讲。我们先来听个歌曲。等一下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新协新歌剧团以及我们的米雪老师的文化有限公司哦，感恩大家，先来听个歌曲咯。为什么呢会放这样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呢前一阵子我们有所广告这个新协新歌剧团的段相引，但是呢这一次要所广告的呢是由我们米雪老师，我们的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呢，在我们11月29号在我们的台南市哦，
在我们的台南开元市场的楼上4楼。这个大教室呢，这个11月29号下午2点到4点呢，邀请我们歌仔戏的小天王张欣怡老师，以及陈忠义老师，以及呢我们的这个洪慈义老师要来所跟大家分享哦。要分享什么内容呢？就欢迎大家11月29号来台南这个开元市场的楼上这个开元大教室，一起来聆听我们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的这样的讲座，有我们的小天王张欣怡，以及呢我们的陈忠义嘉和园歌剧团的团长，还有我们的洪慈义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呢11月29号到达现场咯。守护万金流，菩萨温飘飘，风寒心中挂，温基三里。欢迎我们的 PO 岛，他说呢，骑着蟾蜍呢回总统府哦，来一个笑声哦。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就来一个笑声就好了哈。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呢，我前几天去到我们的国立台南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呢，所听了一场的演讲。他除了呢讲到这个律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掌握律动，一切顺遂，也有讲到呢这个时间哦。你有没有常常呢在一个空间里呢待很久，但是呢一整天下来哦反问自己说自己学到什么，自己做了什么，但是呢却一问三不知哦。他说呢，不管是我们学艺术的啦，学音乐的啦，学戏曲的啦，学戏剧啦等等之类的这样子的艺术行业啊，甚至呢你平常是个家庭主妇，你平常是个上班族，都可能呢常常活在一个空间里，不论呢是在自己的客厅、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琴房、自己的练团室，那呢常常会耗掉一整天的时间，不知道在干嘛，可能是在发呆，可能是在练琴，可能是在写剧本，但是呢也有可能呢滑着手机，而呢待在这个专业的领域，这个专业的空间里，那呢我们就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验呢？也欢迎你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哦，不用害羞哦。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都很好哦。来，刚刚呢有跟大家呢听到我们的花娇燕、良夜之歌、莲花铁三郎、风萧萧，以及我们的七字调，还有听到我们新协新歌剧团的段香颖的歌曲。那呢我们来唱一下歌仔戏曲调的七字连空奏，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的故事哦。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中心事随人在，怨夫妻何害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败咧呀
花好秀，亲像姑娘，秀桂又分开。红鸡叫娘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迎顺选调我自带，往下成烟海，过古迈。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财，精心珍重兄弟大义，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的七字连空奏，也就是我们刚刚的七字调呢所从头唱到尾。但是呢，我刚才所唱的有2个声音，对不对？因为呢，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它是男女对唱啊，它是呢有这个公主的声音，有这个驸马的声音，甚至呢到最后呢，其实它是一个2重唱。但是呢，因为我一个人所呈现，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上，你只会听到这个男女呢的对唱的声音，没有听到这个2重唱的声音哦。感恩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的掌声，以及呢我们 JOE 大大的称赞。如果好听的朋友呢，也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也欢迎你呢打字上来留言呢，跟我们做互动哦。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哦。那呢，今天的主题呢是跟大家讲掌握律动，一切顺遂哦。也跟大家讲一些呢我们的新闻小知识，以及呢我所去听的演讲，他所分享的话语，就如同呢这一场演讲里面他所说哦，一个指挥，甚至呢你是一个领导，甚至呢你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你要怎么呢让你的底下的员工呢能听取你的话语哦？什么意思？一个团体的指挥只有一个，而且尤其呢这个指挥呢，如果他是一个新秀指挥哦，你要怎么让台下的这些演奏家，甚至他有可能比你资深呢，他要怎么听取你的话语呢？这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呢，一整个团体里面，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只有一个总经理，甚至呢只有你这个部门，只有你这个主管，那呢你要怎么当上这样的职位，以及呢你要怎么做好你的本分，做好你的事情呢？线上朋友呢，不论呢你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甚至呢你是在公司做主管的，甚至你是一般员工，甚至呢你跟我们的小朋友一样，跟我们的雨禾小朋友一样，是学生的时代的，都欢迎跟我们线上做互动哦。我们雨涵广播电台呢，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不论你在做家事，你在做什么的过程中，都可以一边来收听哦。感恩大家。再来呢，跟大家讲到一个高雄凤山的这个新闻哦，这个女子呢，疑似这个吸毒死亡。那呢，这个同居人他就把这个女子的遗体呢，载出门，然后呢传讯息呢给这个女子的这个儿子跟他说呢，这个你妈妈死亡了，但是呢我想要殉情
这个一起死亡这样子。那呢就开着车子，然后呢也在这个路边呢，这个警察所发现他们的车辆哦。到底为什么这个女子会死亡？是因为吸毒吗？还是呢有什么样他杀的可能呢？这个呢警方呢也还在查案当中哦。所以说呢，这是刚刚晚间的新闻，也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分享哦。所以说呢真的交友哦，不管是交伴侣或者是呢交普通朋友呢，都要谨慎小心哦。欢迎我们的小蛋仔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要广告一下呢，由我们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呢所制作的这个手作饼干。上礼拜呢有所广告是我们的咖啡口味哦，但是呢这礼拜呢所要广告的这个饼干呢是我们的原味的原味加上我们的这个燕麦片，加上我们的坚果，那呢加一点点的黑糖，所以呢你只吃到这个淡淡的黑糖香，不会很重的这个黑糖味哦。这个是呢为了让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吃的，是一种呢很朴实、最简单的最好，而且呢它是全素食的饼干。那呢为什么会帮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呢所来卖这个手工饼干呢？一开始没关系，来晚了没关系，那我们就从这一段开始来做聆听，也欢迎我们的小蛋仔开始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为什么呢会开始邀请我们的一心原民戏剧坊开始贩卖这样的手作饼干哦？原因点在于呢，因为他们一开始是一个佛教剧坊，那呢他们是没有赚钱的，他们这些饼干呢以及呢一些产品呢是做给大家呢免费来享用，这些叫做结缘品呐。那呢我跟他讲说，与其呢你自己每年要做这个20万的公演戏，那呢倒不如我们来做一下手工饼干，一起呢来推广一下这样的戏曲文化，佛教的知识也好，甚至呢线上朋友，你有可能是基督教的朋友，甚至天主教的朋友，甚至呢伊斯兰教的朋友，甚至呢还有很多宗教的朋友，这都没有关系哦。这只是说呢让他们呢有个经费，可以明年度呢继续来公演，那呢这样子也跟大家来结缘，让大家认识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等一下来跟大家继续广告下去哦。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那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所制作的这样子的手工饼干，是我们原味的，里面加燕麦片，加我们的坚果，以及呢加我们微微的黑糖，所以呢只吃得到淡淡的黑糖香，非常的便宜，以及呢它的冷藏冰箱可以存放1年。当然了，我相信不可能存放到1年还没有吃完了这样也太逊了吧所以呢跟大家广告一下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它一包里面呢是10片，那呢10片卖100块而已，就是一片10块钱呐，是称公克的。那呢感恩大家呢，如果有想要结缘的，有想要跟呢这个雨涵电台甚至一心原民戏剧坊所结缘的，欢迎呢不管是+1、+2、+3，那呢加入呢我们底下的连结，有我们的赖群组欢迎大家加入赖群组里面，然后呢跟我们做订购。但是呢加入群组之前呢会有回答一个问题，叫做你为什么想要加入这个群组，
你可以回答说因为雨涵电台而来，甚至呢你可以说因为喜欢雨涵的歌声，甚至呢你为了说想买饼干而来，都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底下的连结哦，有我们的赖群组，感恩大家，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加赖哦，怎么加赖？在底下的连结哦，你看到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一个赖聊天室，可以加我们的赖群组，甚至呢，我把我自己的 ID 打上来，那呢，大家也都可以加我的 ID 跟我做聊天哦。但是你要跟我讲说呢，你是这个雨涵电台呢所连接而来的，那你要想要做什么？那呢，我们可以聊个天。然后呢，如果有想要购买这个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也欢迎大家哦。这个数量有限哦，这个都是每个礼拜现做的。那呢，因为呢，我带一些回来而已哈，我都当场跟他们订带一些回来而已。所以呢，在我的脸书、在我的 IG 以及赖群组里面，还有各项群组呢，都同时贩卖，所以是限量的产品。那呢，如果你想要搜寻我的脸书以及 IG 呢，都叫做郑雨涵，欢迎大家哦。再来呢，我们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都马调》。那呢，咱来唱半拍的好。什么叫做半拍？就是半首的都马调啦。因为呢，到时候呢要出去比赛的歌曲，所以呢，我把这一整出戏原本的都马调呢，把它截短一点，截成1分半以内的这个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都马调，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强行逼我将军身体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塞较细细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夫妻才能知好下去。听你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有缘的过程。你有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连来啰嗦，带你见爹，你做行，怎不对你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这一段歌曲呢，究竟呢是在唱什么呢？也就是这个郭爱呢，这个驸马呢，不小心打了公主一巴掌。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还是呢他是不小心的呢？也或许呢是不小心手一挥，手打到他，那呢他就跟他下跪道歉啦，行这个君臣之礼啦。但是呢，公主当然不原谅他啦，当然是说呢，你打了我一巴掌，我一定呢要带你呢去见我的皇上爸爸，让你知道呢，打我一巴掌你要受到多少的惩罚。所以呢，所唱这首都马调。那呢，今天还有一则新闻等一下呢，来跟大家继续讲下去。感恩我们的小蛋仔已经加了我们的 LINE 那呢，我等一下再来看因为我在直播当中，那没办法看手机感恩我们的小蛋仔。也欢迎今天线上很多好朋友不论是我们的JOE大大、我们的雨禾、我们的车哲、我们的 Kate、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朋友以及呢我们的玉美，还有呢我们线上的皮金鹅小蘑菇，还有我们的冠宇，还有我们的 XIN 大大，都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也感恩我们的小蛋仔。
欢迎线上朋友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也都欢迎呢线上跟我聊天做互动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新讯息，也都会呢贴文上来，以及呢在我们的LINE群组做推广哦，感恩大家。再来一则新闻呢，跟大家做分享。有一个桃园的这个男子哦，他呢为了想要跟这个女朋友分手，所以呢，就布了这一场戏呢，就找了2个呢假借是警察呢，把他所抓走哦。结果呢，这个女子哦，当然就怀疑啦，她就报警了。想不到呢，这个骗局哦，动用到警察，那会不会有罪呢？当然是有罪的。那呢，所以告诉大家，不论呢是警察的衣服啦，或者是呢等等之类的，甚至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会有关于法律责任的，大家呢要记得不要做哦哈。还有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呢，都要互相所提醒，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树华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祝你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的树华，也感恩我们的心树哦，哇，终于跟我们打招呼了哦，感恩我们的心树，也欢迎大家哦。我们的心树说呢，雨涵你的声音真高亢，感恩我们的心树。为什么会有这么高亢的声音呢？原因点在于什么呢？其实一开始我的声音也没有这么的好听呐。一开始进入剧校的时候呢，他们都要唱这个女 key， 对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根本唱不上去。那呢，经过1次被笑、2次被笑、3次被笑，我们大概知道呢，这件事情呢，我们非练不可。所以说呢，我就每天晚上关在这个教室里面呢，练2个小时的嗓。你说一天练2个小时会不会出问题？会，所以呢就长茧了哦。但是呢，跟大家讲呢，这个长茧哦，不用担心。当你刚开始呢长出这个软茧的时候呢，是可以打针以及吃药呢所治疗的。那呢，到了呢，这个硬茧的时候呢，才所需要开刀。所以说呢，其实我人生前后，虽然现在才27岁而已，已经长了至少3、4次的茧，但是呢，都很没有问题的。因为呢，已经唱了这么久了，其实呢，一开始就会发现它的存在了哈。欢迎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淑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谢你哦。欢迎我们马来西亚的淑音哦，如果你等下留言讯息呢往上滑哦，刚刚呢还有一个这个 Kate 大大，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哦，都欢迎今天哦，哇，好多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咯，掌声鼓励鼓励。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呢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及呢感恩3件事情哦。再来呢的下礼拜呢，我会去到日照中心教呢这些小朋友呢来做这样的这个歌仔戏的慢7字调哦。等一下呢来唱给大家听，什么叫做慢7字调，而且呢改自我们这个普通的2只老虎啊，也就是原本呢的2只老虎，我们所改变的慢7字调。等一下来听听看哦。感恩大家的称赞哦，也感恩我们的小蛋仔说呢，这个雨涵好听，觉得呢非常呢这个声音哦可以拉得很好，也感恩我们的小蛋仔，以及呢这个心树兄哦说呢很适合唱歌。感恩我们这个心树兄呢的称赞，
所以呢，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唱张雨生的歌啊。张雨生的歌呢，就是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是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样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是这样吗？哦，那是张宇哦，跟张雨生是不一样的啊。哎呀，尴尬了齁。就跟你说呢，我真的没有在听这个流行歌曲的。我等一下呢，再来听一下哈，这个张雨生有什么歌曲？哦，是这样子啊，是这个。哦，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哒哒哒哒哒，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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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的未来不是梦，哒哒哒哒，每一分钟。因为我不知道歌词哦，所以就乱唱一通哦。原来如此啊。很少哦，这个没有开这个 A 口来唱歌，不知道好不好听哦。好听吗？哦，线上有好多好朋友说呢，好听哦。对，那个刚刚那一首哦，是这个张宇的歌曲。原来张宇跟张雨生是不同人，真的是太尴尬了。原来如此。我们这个皮筋的小蘑菇呢写说靠腰嘞，那是张雨生啊。那个皮筋的小蘑菇，阿弥陀佛，感恩。既然有在看这个师父的电台不可以骂脏话哦。没有啦，开个小玩笑哈。感恩我们的心树，感恩我们的小蛋仔，以及的花莲机务段哇，好久没有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我们的花莲机务段哦，以及呢，还有我们的淑英姐也说好听，感恩我们的淑英姐，马来西亚的朋友一定要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哇，以及我们的最后一大大哦，感恩大家！想不到呢，随便唱个歌曲哦，大家这样子掌声不间断，真的是感恩大家。不知道好不好听哦。以及呢，在我们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呢这个歌曲。我用呢这个CD 专辑的歌曲来放一下哦，给大家听。为什么呢？跟大家讲一下原因哦，因为我想脱一下外套。原本呢想说这样子搭非常的好看，但是呢热到我这个满身大汗，所以你们刚才有看到我一直擦哦。我先来脱个外套啊，我们先来听个呢这个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哦，让我脱个外套。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公主最处理不明，言虽予人心头硬。当酒甲西啊医生病，奈何饮天哦心不明。苦怕挑心。我将你为爹留啊梦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分泪去流啊来吃亏。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刚刚去脱个外套哦。欢迎我们的淑英，淑英你有我们的 LINE 吗？
还是你有这个脸书以及 IG 呢？欢迎你加我哈，叫做郑雨涵。那呢，这个头贴跟我现在呢一模一样哈。对，专辑是360元。那呢，因为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哦，我是可以免费寄过去的。但是呢，这个因为你也不好在上面留下住址，所以说呢，也欢迎呢这个我们的淑英姐，你有面子书哦。面子书是什么？面子书是我们的脸书吗？面子书应该就是我们的脸书。那呢，你加我的脸书，在我们底下的连结哦。这个 Facebook 在你们那边叫做面子书啊。好特别啊。因为呢，小弟不知道这个面子书是什么。来，我给大家贴上来。这个是我的脸书哦，所以你点进去可以直接连接到我的脸书。那呢，你就可以，不对，点错了哈。等等，这个应该要全选，对不对？会复制的朋友帮我复制一下哈，因为本人不好用啦，看下这个呢，脸书呢就是叫做郑雨涵的频道哈，叫做郑雨涵，所以呢，你可以加我的脸书，然后呢，可以加我的 LINE， 我的 LINE 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贴上来等我一下因为真的流汗流到这严重，等我一下下来，我们一边来配乐一下，一边来听个音乐我跟大家聊个天因为呢，让我散热一下下然后呢，我们的脸书叫做郑雨涵，那呢头贴呢跟这个头贴一模一样，所以呢你非常的方便因为我刚才贴的那个连结呢，感觉是错误的啦，我刚才点出来好像是错的。加我的 LINE 可以在上面呢叫做 LOVEWANLIN， 这是我个人的 LINE。然后呢，如果你想加入LINE群组的话呢，在底下的资讯栏连结一样有我们的LINE群组的连结也欢迎大家加入一下下原来面子书叫做这个脸书啦，叫做我们的 Facebook。 哇，真的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我的衣服上是藏文吗？没错这个呢是我们一心原民戏剧坊的团服。为什么呢？他们团服上呢是写这个藏文因为呢一心原民戏剧坊呢有跟大家介绍到，它是呢这个佛教的戏剧坊。那呢佛教的戏剧坊这一串的藏文是我们呢文殊菩萨的文殊咒那呢这件衣服在哪里买得到呢？这件衣服呢外面买不到而且呢这件衣服呢，因为他们也没有在贩售。那呢为什么我会有这件衣服呢？因为我是他们未来的接班人也是我们昨天呢刚好讨论到的因为呢这个剧坊的团长他说呢大家都有年纪了，那呢我们应该传承给这个年轻的弟子们，所以说呢他就说呢既然你这么有心而且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吃素，那呢你的日照中心的活动等等也都办得不错，以及还有我们的雨涵电台啦也欢迎也感恩呢我们线上的大家，有你们呢才有我的这样的直播节目，先感恩一下大家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感恩我们的这个淑芬姐你有上来，所以呢刚才还没跟你打到招呼，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你刚才跑去哪里了呢？师父不是去进修吗？欢迎我们的淑芬姐上来。然后呢淑英，如果你没有找到我的这个脸书，要跟我讲一下
没有找到我的面子书，要跟我讲一下哈。感恩我们的书音，哈，没有找到要记得跟我讲哦哈。我们线上朋友如果能帮我协助一下哈，帮我复制这一串赖的话呢，帮我复制这一串脸书的这个连结的话，也感恩我们的线上好朋友。哦，有加我的赖传讯息了，没问题，没问题。欢迎我们的花莲机务段哈但是你要记得跟我讲你是线上的哪一位好友哦，你要跟我讲说你是这个花莲机务段哈，不然我不知道是谁这样子哈。忘记看我，怎么可以忘记看我呢？没有啦，跟大家开个小玩笑。有的，我有看到我们这个小蛋仔的这个留言哦。那呢，这件衣服呢，他们是没有在贩售的，他们呢只有跟结缘的啦，只有说呢团圆以及呢真的很有缘的朋友呢，才有机会拿到这一件衣服、这件制服。那呢，上面是文殊菩萨的心咒。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也都可以上网查这个文殊菩萨心咒。甚至呢，他们有一直回放的音乐等等之类的大家都可以聆听看看。那呢，当然，如果线上是基督教的好朋友，这个天主教的好朋友，甚至很多宗教的好朋友呢，都欢迎大家哦因为呢，我有这个日照中心的小朋友上次上完课之后呢，特别跑过来说：“老师，你上网呢来搜寻一首歌曲。”然后呢，我来唱歌给你听，哇，真的从头唱到尾给我唱一首圣歌。所以呢，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小朋友我们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哈。你们要比较什么？比较谁比较会忘记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比较呢？不行不行，谁比较重要呢？看我表演一下哈。你要表演什么？来，皮筋儿小蘑菇要表演什么呢？什么写的你说这个吗？这个是一个师傅呢，他用这个墨水这个用墨笔所写的，然后呢，他们才上去翻印的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书音如果没有搜寻到的话，也可以跟我讲我们的这个皮筋儿小蘑菇想要表演什么？我们先来静观其变再来呢，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再来呢要去这个日照中心，所给他们唱一首7字调这是慢7字，由我们的这个两只老虎所写的，你是被表演啥啦？两只老虎所改编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但是呢，这是没有配乐的，所以我等一下呢，会一边呢连这个配乐呢一起来哼一下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那我喝口水。欢迎大家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听一下慢7字。哩啦哩哩啦哩哩啦。两只老虎，不是，这是迄个，歹势哈，伤紧。哩啦哩哩啦哩哩啦，两只老虎，人哩哩啦啦。哩哩嘞啦哩哩啦哩哩啦哩哩嘞啦哩哩啦哩哩啦，走了慢，彼只无鱼身躯困难。真困难，啦啦啦哩嘞啦哩哩啦哩，啦哩嘞啦哩哩啦哩哩啦，啦哩嘞啦哩哩啦哩嘞啦，人骨迄只
无尾流看着真甘，发起慈悲呀，山来不但寒，哪里嘞哪里，发起慈悲不但寒呐，哪里嘞哪里哩嘞哪里。哩啦哩嘞啦哩哩嘞啦哩。这首呢是我们的慢七字哦，也就是由我们的这个两只老虎所改。那呢，当然哈，为了要倒鼓哈，为了这个要对句，所以呢，这个后面的真奇怪真奇怪我们就不唱。那呢，就让这个呢，一只没耳呀，一只没有耳朵，我们一样唱。那呢，一只没有尾巴，我们一样唱。但是呢，最后因为它跑得慢呢，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它呢？所以说回头看看它，发起这样的慈悲心哦，发现呢，根本哦就不需要害怕它，因为它跑得这么慢，我们干嘛要跑得太快呢？为什么要让自己伤忝呢？是的，用我们的两只老虎的歌词呢，来把它改成呢，这个慢七字调哦，也就是我们七字调唱慢版的，长得不一样哦。如果翻成台语的这个两只老虎要怎么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走了紧，走了紧。但是呢，就没有什么特色嘛。所以说呢，既然我是这个歌仔戏呢传承给他们，所以呢，我们就唱不一样的这个两只老虎哈。哇，感恩我们的淑芬姐说呢，我的歌喉呢真的是很好听哈。感恩我们的淑芬姐，然后呢说只要努力一定红，所以说呢，要趁我还没红的时候呢，赶快来加我脸书 IG 哦，我们来聊天认识。当我红的时候呢，当然也会记得大家哈。我有一个同事呢，去到这个我的寄售店家呢，去买了这个我的专辑哦。结果呢，拿来公司哦给我签名。我说呢，我第一次哦来到这个公司呢签自己的专辑哦，有点小小的尴尬。然后呢，也很特别的经验哦，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也感恩这个同事哦。这个淑芬姐说未来的唐美云，哇，希望能跟她一样红啊。这个唐美云呢，跨界，不管在我们的电影圈，在我们的这个歌仔戏圈，以及在电视圈哦，都非常红的人物，也希望今天高雄的天气有点不太好哦，原来如此。所以说呢，要记得带把伞哦，要注意天气哦，以及呢，明天这个台北地区哦，这个降雨的几率高达30%，台南地区以及台中地区明天的降雨几率0%，以及我们的台东地区明天的降雨几率高达10%。感恩大家。哇，我们的新树这个师兄呢，他把这个这个佛教的文殊菩萨的这个心咒把它打上来，感恩我们的新树师兄，感恩你，也给你一个掌声哦。很少在直播电台呢会有人会打这一串哦。当然啦，这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电台，所以说呢，不论你是什么宗教，不论你是天主教、基督教，你是道教，你是佛教都好，因为呢，我也后面呢在拜虎爷，但是我给他点灯，以及呢，等一下来介绍一下我后面的插花它不是一般的插花，它是什么菜呢？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呢
会插了菜呢，在房间里面做一个插花艺术哦。然后我们的淑芬姐说会啦，她也努力很多年。没错哦，这些老师们哦，不管是唐美云、徐雅芬、孙翠凤等等之类的这些老师们，都是相当的努力，甚至呢，不管是家里自己是剧团，甚至呢去带别人的剧团呢，都非常的努力。洋葱呢还在我的桌上，以及呢我还修了一点点哦。等一下来跟大家继续介绍下去哦。好的，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洋葱哦。洋葱呢，这几个礼拜呢，你看哦，可能比较差没有这么多啊，只是呢变得比较茂盛一点点哦。由于呢，因为我剪一些下来了，像这种可能是因为太湿了，它有点垂下来了，我就赶快把它剪掉，或者是太重了，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呢，没有种过嘛，谁知道呢？所以说呢，我就呢把它呢这个剪了一些，然后呢继续让它生长。你看呢，这些植物的生命力哦是非常非常好的哈。然后呢，容许我先把它放下，再来跟大家介绍下一个哈。现在呢变成这个农夫的种菜台。我们的心术呢说后面是地藏王菩萨吗？哪里有地藏王菩萨？还是你说这后面？还是这后面？后面呢我是拜虎爷啦。如果说呢墙上呢那个是我本人啊，如果说呢旁边是等一下跟大家介绍的食物再来我就不知道哪里是有地藏王菩萨了哈。还是说你这个心那个这个咒语的后面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架子上哦，这里的架子吗？还是后面的架子？后面的架子是虎爷，然后呢这里呢是这歌仔戏的头饰而已哦，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还是你看到了什么？呢我还在啊惊惊呢哈。我的背后啦，背后是拜虎爷哈，背后是拜虎爷。然后呢，以及呢这一盘姜呢也已经长得这么大了哈，它呢慢慢的有在长大了，所以说呢姜也是一个很好种的植物。我有这个朋友他说呢，他是这个植物的杀手啦。我说呢你不用担心，这个姜呢浇一下水，然后呢沥干之后放在桌上，它自然的生长就把它摆一盘。也非常的好看哦。另外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后面这一株呢，哇，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哦，已经1个晚上了。那呢，其实是我上礼拜呢开始种的哦。这一株呢是什么鬼东西呢？这一株大家近看一下，你觉得呢？这是什么？有人知道这一株是什么东西吗？如果大家知道的，给我一个留言让我知道一下，说呢，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没错，这是我们的芹菜。那呢，为什么会种芹菜呢？因为呢，我的同事也就是呢要把它丢掉了因为呢它长得丑丑的嘛，没有人要买呀，就要把它丢掉了。那要丢掉之前呢，我看到说，它底下有根呢，不知道种了会不会活。而且呢，虽然已经冰过冰箱了那我就想说呢，拿回来种种看好了。我跟他讲说呢，这一束卖多少，还是呢，我可以带回家我就把它带回来。那呢，你有看过有人插花用这个花瓶呢去买这个一束一束的花？你没有看过呢，有人家里插花呢？插芹菜
那呢也是一个新的创意啦。那呢我也想说呢，不知道它会长得什么样子，所以没错哦，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心树，我们的策哲，我们的小蛋仔哈，以及我们的最后一大大，对，讲的没有错，是我们的芹菜。哦，我们策哲还在线上啊！我以为我们的策哲下线哦，因为这个策哲最近没有什么发言哦。来，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说呢，你以前是学景观的哦，所以说呢，水不要放太多，不然会烂。你是说这个洋葱还是芹菜？如果芹菜的水也不能放太多呢，我也要把它倒一点水出来啊。如果是洋葱呢，应该是还好啦，应该是还好。但是我发现哦，这个洋葱种下去之后呢，它这个圆球的地方慢慢的缩小，可能是因为养分都被吸上去了，所以它有慢慢的缩小的感觉哦。这个红萝卜的头呢，我来看一下哈。这个策哲说呢，红萝卜的头呢，水不要太多，它一样会发芽，蛮漂亮的哦。所以说呢，如果你家里有刚好要做个这个红萝卜炒蛋的啦，还是说呢做个红萝卜的汤啦，或者是呢怎么红萝卜的料理呢？记得这个头呢切下来泡一点点水，让它自己的生长。你可以观察植物的生长层面哦。那呢，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呢，也都欢迎把它寄过来到雨涵电台本人在台南哈。我妈问说呢，你到底是要种啥？是要种偌济物件啦？我的家人呢，一定是被我打败的哈，因为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柜子底下呢，还有摆这个树哦。这是呢，经过呢，有一天呢，我说呢，出去呢买这个刮胡泡的时候呢，刚好呢经过一间植物店，那时候已经10点多了哦。因为呢，老板娘在整理她的兰花，所以说呢，这个植物店还开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个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呢，我就忍不住呢进去给他这个逛一逛，就不小心呢带了3盆花回来了。所以说呢，我妈呢就是真正站立不掉了嘛，我们在那边种啥所以说呢，就越种越多咯。这个芹菜呢也不要太多水啊，红萝卜的头呢也不要放太多水。发芽呢，然后自然的让它生长就好。感恩我们的策哲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对呀，大家都觉得蛮搞笑的这也是我的家人呢很受不了我的地方。那为什么这里要放假树假花因为呢，平常这些植物呢，有的都要拿上去晒太阳啦。那呢，晒完太阳之后，是要直播前呢才会把它收下来所以说呢，平常就放一些假树假花在家里面。感恩大家这如果寄给我就烂掉了没有错。好嘞，我们来做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好吗？来我们来转一下音乐。现在呢，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用我们的都马调，大家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咯。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以及呢，你也可以观察自己的呼吸点，不论呢是在我们的鼻腔的前面，在我们的喉腔，在我们的胸腔，在我们的腹部，甚至呢贯穿到脚底，贯穿到我们的脑中。都一起来观察一下，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
吐气。你是否也观察了自己的气息呢？现在呢，我们要来做感恩的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来想感恩的3件事情哦。比如说呢，是呢这个感恩今天的同事，感恩今天的主管，感恩今天的家人，感恩今天的朋友，甚至呢感恩今天的同学，感恩自己的小朋友，我们都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非常感恩大家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直播，只有礼拜4哦是我们的台语电台。如果觉得这个节目不错的朋友，帮我一起呢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不管分享至你的脸书，不管呢分享至你的 IG， 甚至呢分享到你的LINE群组，也欢迎呢推荐给大家。感恩大家今天上来聆听，我们明天再会咯。感恩我们的淑芬姐，感恩我们的心树，感恩我们的蘑菇，以及呢我们的心树说这个腹式呼吸法是生小孩吗？生小孩或许会用到哦，因为呢这个医生都会叫你这个给卡出来嘞，用力一点当然现在呢都会打这个麻药所以说呢也有剖腹产的，非常的方便哦。感恩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他说呢你们要一起去化缘哦，到底要去哪里化缘？化缘完之后你们要干嘛呢？化缘完之后这些钱财欢迎来资助雨涵的电台哦，没有啦，开玩笑。雨涵的电台呢没有在收这个打赏的所以如果有喜欢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跟我们购买一心原民戏剧坊的手作饼干。这礼拜呢是我们的原味口味，里面呢加这个里面呢有我们的燕麦片，有我们的坚果，加一点点淡淡的黑糖香。感恩大家，感恩我们的策哲说呢，感恩直播间的每个人，在这个辽阔的文化里美观传承，以及呢应用在这个每天的晚上呢并不孤单，所有人呢都有美好的感恩，以及在这个直播间的文化交流是美好的，感恩快乐哦，也感恩大家也感恩我们的这个小蛋来说呢，也有做这个腹式呼吸法哦。感恩我们的这个小蛋仔，以及感恩我们的心树师兄。感恩今天大家很多朋友上来哦，不管我们的Joey大大，我们的这个小蛋仔，我们的花莲鸡屋档，我们的这个 Kate 大大，我们的这个淑英，然后呢我们的淑芬姐，我们的还有很多好朋友还有我们的心树还有我们的蘑菇，我们的冠宇，以及呢我们刚才很留言的小蛋仔，以及前面呢其实还有小朋友的留言都感恩大家哦。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做个结尾。那我们明天再会咯，记得明天要上来take 淑芬姐大家晚安。心不怕心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
感恩我们晚安喽，我们的淑芬，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我们的心树，以及我们的小蛋仔，还有我们的最后一大大，还有我们的彻哲，还有我们的淑英，都感恩大家哦。还有我们的冠宇，都感恩大家上来，大家晚安，我们明天8点再会喽。边水天梯那管天波影，结悲在孤单不马为故意。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惊大礼，所思又想，不敢将礼赔。老军队神将头家，过爱呀，过爱，唔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为父提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兴。一道降兵，要万姓。